跨出响亮的口号，宣告百货周年庆就要开始了。10月27号一直到我们11月30号这段时间，到馆内来可以享有非常多的优惠，除了我们的 Happy Go 的优惠，我们的 HG Pay 的优惠。看好疫情后的消费，百货服饰、大型家电、化妆品等消费上悬会当送1000，用会员 APP 会当搁加码优惠送到300。同时嘛推出一独家加码好礼以及优惠。比较特别的是说，我们今年在化妆品部分，我们推出了2000送300。那另外除了2300以外，1万再多送200，5万再多送800。整个部分最高回馈可以达到23%以上。另外，地下1楼改装出清大续卖，所有的商品全面为季节开始算。知名牛排店伫周年庆期间消费满1000块送200块餐券。搁有鞋仔品牌嘛举办特别会，搁有侪超人气精选商品，分别伫10月27到30号来做优惠，上价来到209块。想要来消费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